齐国这个国共款，因为顾小离珠海的这个代志，啊，顾这个这这个咱台湾起码上届名叫做一个洋基职业。洋基职业的中经理啊，当先生，咱这个然后咱起步啊，下来也洋基水塔哦，水塔，这是洋基，啊不，洋基马达，然后大地，咱把这个当但是咱有看过伊曾经写在世界上盖到洋基也是贵，咱人也有贵，伊讲吼，他
后面按